弟兄姊妹，主內平安。雖然因為風雪即將嚟到新澤西，我哋唔能夠喺教會入邊一同嘅敬拜，但係我哋能夠喺網上一齊嘅嚟敬拜我哋嘅主，都係神無比大嘅恩典。讓我哋以喜樂感恩嘅心，一齊嚟到主嘅面前敬拜我哋嘅父神。首先，請大家安靜自己嘅心。我哋以靜心默禱嚟開始今日嘅敬拜。請聽神嘅話語來敬拜他。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在耶和華殿的院內，在耶路撒冷當中向耶和華還我的願。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讓我哋一齊以歌聲嚟讚美全能嘅主，聖殿充滿讚美。今日係依家係啱啱農曆新年嘅時候，我哋紀念到主耶穌，佢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一路嘅係帶領住我哋，保守我哋嘅一生。讓我哋唱詩歌，伴我走過春夏秋冬。度過歲月成長中。
棄我，永遠與我一起，深宵清早，你亦陪我歌。過去今天與我，有你恩典隔擋，這一切也靠着神跨過。你說始終會伴我秋冬春雨夏，同我保守我引導一生，信靠因主那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必懷抱，信靠因主那懼怕經多少變幻，信靠主我神永遠必懷抱。牧師會帶領我哋一齊禱告。請大家同心祈禱。創造天地嘅主宰，賜予生命嘅聖靈，拯救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我哋敬拜讚美你，與天上天使天君、舊約新約24位長老、世界東南西北各地嘅聖徒，我哋在你面前仰望你。同樣，我哋與美德教會喺實體以及網上，粵語、國語、英語、兒童、青少年，無論在邊個地方，無論在風雪，在家中，在教會，我哋俯伏敬拜你，圍繞喺你寶座嘅周圍，將榮耀、尊貴、能力、智慧歸給你。神啊，你係我哋嘅神，我哋切切咁尋求你，喺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渴想你，喺寒冷、冰天雪地之中敬拜你。我哋渴想神，因為你係永生神。我哋眾聖徒一同到錫安，到聖殿，透過網絡嚟到你寶座面前敬拜你，感謝讚美天父。無論白晝黑夜，你向我哋施慈愛，我哋要歌頌並禱告賜我哋生命嘅神。耶穌基督，你係我哋嘅磐石，我哋嘅山寨，詩歌也成為我哋嘅拯救。縱然我哋遇到人生嘅風浪、身體嘅疼痛、疾病、軟弱，有時我哋也會偶然地過犯所勝，跌倒、犯罪，心裏憂傷難過。我哋仍然能夠到你寶座面前，感謝耶穌基督為我哋作大祭司，長遠活着喺天父嘅面前為我哋祈求，又感謝聖靈常常親自用說不出來嘅嘆息替我哋禱告。我哋嘅心唔再憂悶，唔再煩躁，因為你係我哋面上嘅光榮，係拯救我哋嘅神。仲有今天我哋在你面前為教會嘅宣教士梁健文周會上已經到達台灣差不多1年，尋求神引導帶領佢哋到合適嘅工場，求你加力
佢哋繼續係支援網上厄瓜多爾瓜亞基爾華人福音教會嘅弟兄姊妹，願主保守動盪不安嘅厄瓜多爾。我哋又紀念教會籌備緊5月嘅退休會，7月嘅暑期聖經學校，願神賜能加力俾同工們。我哋仰望天父，我哋敬拜你。喺我哋當中有身體軟弱嘅，求你醫治。特別紀念長者蘇梅玉潔、丁黃潔容、李黃美琴、施佩佩，願神看顧、保守、帶領佢哋身心靈健康。為神，我哋今天無論在邊個地方，用心靈誠實敬拜你，求你悅納，求你垂聽我哋同心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耶穌基督已經完成咗救恩，佢犧牲被釘死喺十字架上，使我哋能夠與神和好。讓我哋唱詩歌，何等奇妙的救主！跟住係讓我哋一齊嚟誦讀啟應文，題目係靠主得勝。由我讀出，請大家回應。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裏？死的毒鈎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今日有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講題係千軍萬馬。經文係出自啟示錄19章11至21節，請聽我讀出。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着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穿着沾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知道。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着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着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獸、手印記和拜首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地被扔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箭殺了，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我哋將時間恭敬嘅交俾牧師。今年就係12生肖嘅馬年，馬年帶俾我哋嘅兆頭係龍馬精神，一馬當先，馬不停蹄，馬到功成。無論西方或者東方社會，人類歷史同馬係息息相關嘅。有啲人就玩諧音，祝福親朋好友馬上有錢。聖經裏面亦都有好多處提到馬。喺新嘅一年，我哋從信仰嘅角度睇下馬年帶俾我哋乜嘢啟示、提醒同祝福。首先呢，馬係帶路嘅，馬對人類有好大貢獻。首先就係代步，亦都可以指引道路。所以有句成語話：老馬識途。
我哋咧創咗個名詞叫做馬路，我哋唔會叫狗路、牛路、豬路，而係叫做馬路，因為馬係帶我哋行路，代我哋行路。古代嘅人咧，用馬嚟到形容好有經驗嘅導師，輔助嗰啲迷失嘅人，指點迷津啊。而聖經形容世上嘅人好似迷路嘅羊，偏行己路，喺呢個花花世界爭紅酒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失去咗方向。我哋嘅靈魂走向滅亡，但感謝神啦，人類歷史中有一個靈魂嘅導師，係耶穌基督。佢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沒有人能到天父那裏去。另外，馬咧係好有耐力，馬喺古代有一個功用就係承載負擔嘅耐力。馬因為力大，所以長時間可以孭住重擔。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古代嘅人形容人嘅心能唔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會唔會變心呢？會唔會花心呢？就好似一個試驗，一匹馬能否負擔重擔，奔跑長遠嘅路程。究竟我哋只能夠跑100公尺短跑就用盡氣力，還係長跑馬拉松26公里呢？咁喺舊約先知有一位叫做耶利米，神吩咐佢向猶大國宣講真理，但係忠言係逆耳嘅，聽咗啲人好討厭佢，甚至親戚朋友都成為佢嘅敵人，攻擊佢，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使到佢灰心喪志，好想唔撈啦，唔再傳講啦。於是神就鼓勵佢剛強壯膽，絕對唔好放棄啊，反而要快馬加鞭。耶利米書12章5節，耶和華就對呢個灰心喪志嘅先知咁話：你若果與步行嘅人同跑，尚且覺得疲累，點能夠與馬賽跑呢？你喺平安之地，雖然係安穩，喺約旦河邊嘅叢林，點樣能夠行走啊？第6節，因為連你嘅弟兄同你嘅父家都用詭詐對待你，佢哋亦都喺你後邊大聲喊叫，雖然向你係講好話，但係你唔好信佢哋啊，可能係陷阱嚟嘅。繼續，我哋睇見聖經講到馬嘅氣勢，詩篇裏邊有好幾處提到馬。例如詩篇20篇第7節，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詩篇147篇又講到，他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另外詩篇33篇又講到，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華嘅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幾處經文都指向敬畏神、倚靠神係更重要，唔好靠馬。提醒屬神嘅兒女喺2026年面對各種嘅挑戰啊，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我的靈，方能成事。喺撒迦利亞書4章6節。
咁喺舊約另一位先知以利沙嘅時代，當時猶大嘅鄰國敵國亞蘭王咧，多次去攻打以色列，但係好奇怪喎，佢哋嘅軍事秘密點解一次又一次俾以色列人發覺呢？後來佢哋調查之後，原來係先知以利沙老早知道佢哋嘅軍事機密，所以亞蘭王就派大軍車馬去圍困以利沙居住嘅城市多丹，重重包圍。喺列王記下6章，當敵軍包圍以利沙先知嘅時候，15節話到神嘅僕人神人就係以利沙，佢要個僕人清早起來出去，看見車馬同軍兵圍困了城，僕人就對神人以利沙說：哀哉，我主啊，我們怎樣行才好呢？神人以利沙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禱告說：耶和華，求你開這少年人嘅眼睛，使他能看見。耶和華就開咗呢個僕人嘅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所以上帝係用火車同火馬保護佢嘅先知以及僕人，就好像今日我哋好多人咧，電腦都有電腦嘅 firewall 火牆軟件啊 ，antivirus 去對抗病毒、抵擋黑客、保護電腦嘅安全。而上帝用火車火馬保護屬神嘅人，十分安全，免得敵人攻擊。另外，聖經又提到馬嘅災難啊，啟示錄第6章就係講到7年大災難嘅時候，有啲咩事情呢？第一，我哋睇下第6章嗰度話，呢個係約翰所寫嘅啟示錄。我看見羔羊揭開7印中嘅第一印嘅時候，又聽見4活物中嘅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起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勝。喺呢度講到白馬，跟住講到黑馬，講到紅馬、黑馬同灰馬，係講到末世大災難。第一印係講到白馬，呢個唔係基督，呢個係指到敵基督，佢係扮基督，佢拿着弓，係模仿騎白馬嘅基督。一息間我哋會睇到啟示錄19章真正騎白馬嘅基督。而家第6章呢個嘅敵基督係迷惑人心，就好似馬太福音24章耶穌老早對門徒提醒話，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嘅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我哋睇下現今嘅時局，世界各地越嚟越多嘅異端出現啊！佢哋披住羊皮，裏邊係狼。佢哋着咗係基督嘅外衣，但係曲解咗聖經。所以我哋信徒喺馬太福音第7章15節提醒我哋，要用真理去分辨真同假。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邊披着羊皮，裏面卻係殘暴的狼啊！所以呢個敵基督騎白馬，本來白馬象徵和平，但係敵基督佢係帶嚟混亂同傷害。尤其近年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咧，嗰啲嘅藝術越嚟越發達，只要攞咗你嘅相片，配咗你嘅聲音，可以製造出你所講同你所行動一模一樣，好難分清究竟係真定假，以假亂真，不法嘅事日益增多啊！屬神嘅兒女要在新嘅一年，用真理當作護心鏡遮胸，去分辨真同假。另外馬嘅災難，第二個印就係講到紅馬係象徵戰爭。已經講到話，你來第四節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你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近年來，全球好多地方戰爭爆發衝突，俄羅斯、烏克蘭戰爭打咗幾年，雖然進行多次嘅和平談判，仲未有結果。最近，伊朗同以色列摩拳擦掌，而以色列嘅盟友美國亦都派咗2艘嘅航空母艦，就係福特號同林肯號，去到中東，隨時開火。而中共亦都對台灣要宣告要統一，聲稱隨時準備用武力去統一中國。所以喺台海裏邊，經常有空軍、有海軍係演習。而馬太福音24章，耶穌早已提醒12門徒同埋今日嘅我哋，耶穌話：你們要聽見打仗和打仗嘅風聲。所以紅色嘅馬提醒教會同基督徒面臨全球嘅衝突戰爭，我哋需要喺呢個動盪不安嘅世界裏邊扮演和平之子，使人和睦，講和平嘅福音。繼續馬嘅災難，啟示錄第6章講到第3匹係黑馬，天使向約翰顯示，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嘅手裏拿着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3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灰色嘅馬象徵係饑荒，騎馬嘅手上有天平，即係話斤斤計較啊，代表咧物資短缺啊。當時嘅1銀錢就係一個人一日嘅工資，只能夠買一升麥子，即係話只能夠俾一個人食一餐。咁如果你有老婆仔女，根本就唔夠食。即係話代表着物價高漲，通貨膨脹。當然，我哋美國就算通貨膨脹，我哋都唔會冇嘢食。舉個例，尤其我哋教會咧，有家庭聚會慶祝新年，食物非常豐富啊，食唔晒仲有剩好多添。但係在世界有好多嘅國家係糧食短缺嘅。喺聯合國最新公布2025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指出咧，全世界糧食短缺問題連續6年惡化。喺2024年咧，將近3億人啊陷入饑荒，好幾千萬兒童因為缺乏食物營養不良啊。近年來饑荒同糧食危機嘅地區可能唔係美國，但係咧，譬如喺加薩走廊啊，過去之前幾個月不斷打仗，長期軍事衝突，就算物資送唔到入災民嘅當中。另外非洲嘅蘇丹啦，
因為內戰導致糧食生產崩潰。中東嘅也門也冇長期內戰，數百萬人處於飢餓邊緣。仲有呢，剛果共和國、尼日利亞、伊索比亞等等，都係面對政治動盪，面臨嚴重嘅飢餓。另外，馬嘅災難，啟示錄第6章講到第4印，我聽見第4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咗一匹灰馬，騎在馬上嘅名字叫做死，陰府也隨着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1/4嘅人。幾年前，2020年全球 Covid 疫情爆發，到今似乎都未斷尾。再數返20年前嘅香港沙士，一切係讓我哋睇見喺末日馬帶來嘅災難。但聖經亦都有講到馬善良一方面嘅，需要馴良啊。其實馬係需要受訓練嘅。人類喺學騎馬嘅過程當中，最重要嘅關鍵就係將野馬馴服。野馬被制服之後，就可以好好嘅為人類服務，效忠主人。聖經亦都多次用馴馬作為比喻啊，講到人應當要學習馴服同埋自制。詩篇第32篇講到：你不可像那無知嘅騾馬，必用嘴環戀頭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馴服。人係傾向放縱，唔想被限制，所以要用嘴環嚟到控制馬，要轄制人嘅情慾。雅各書第3章類似嘅形容：我們要把嘴環放在馬嘴裏，叫它馴服，就能調動它的全身。由此睇到人嘅言語行為需要制服，好似馬需要馴服一樣。喺人生嘅道路上，我哋需要克制自己，錯誤嘅邊緣上邊及時回頭。尤其罪人需要悔改啊！所有嘅人，我哋如果唔認識耶穌基督，不信靠真神，我哋以為發達、成功、出名，但係我哋可能走向懸崖。所以有句發人深省嘅成語叫做懸崖勒馬，就係耶穌基督嘅救恩，呼喚世人唔好衝向地獄嘅懸崖，悔改、回轉、歸向基督。繼續我哋睇到馬嘅爭戰，譬如我哋熟悉嘅成語兵荒馬亂啦，人仰馬翻啦，仲有咧就係千軍萬馬。咁聖經亦都有預言喺末世戰爭將會有眾多嘅戰馬出現啊。啟示錄第9章咧，亦講到7年大災難嘅時候，將來會有那4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1/3。馬軍有2萬萬，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留意啊，殺死全球1/3嘅人，傷亡慘重啊！如果而家全球80幾億人，1/3就20幾億人嘅死亡，而馬軍有2萬萬，即係2億。咁究竟有幾多個國家有咁多人口呢？咁啊，亞洲可能有2個大國。聖經學者猜測，會唔會呢個就係形容預告將來會有第3次世界大戰，傷亡慘重呢？再睇今日嘅高潮就係基督嘅白馬
啟示錄19章，使徒約翰去觀看，見天開咗，有一匹白馬，就唔係剛才第6章嗰個敵基督，而係真嘅基督，騎在馬上，佢稱為誠信真實，唔係 AI，唔係虛假。他審判爭戰都按着公義，他的眼睛如同火焰明察秋毫嘅。他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嘅名字，除他以外冇人知道。佢濺着了血，穿住濺了血嘅衣服，即係話佢將敵人殺盡。佢嘅名稱為神之道。留意我14節，在天上嘅眾軍騎住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弟兄姊妹，你同我哋都能夠跟隨耶穌基督。基督騎白馬，我哋也騎着白馬跟隨他。而我哋係必定得勝，因為基督已經得勝嘅。甚至話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神嘅話就係兩刃嘅利劍啊。而16節講到佢衣服同大腿寫嘅名字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呢個背景就係講到喺世界末日嘅時候，王者再臨，執行終極嘅審判。就喺羔羊婚宴之後，耶穌基督用審判者嘅身份，騎着白馬，率領天軍嚟到同世界嘅王爭戰。世界嘅王就係邪惡嘅三位一體，就係啟示錄所形容嘅獸、假先知同埋敵基督。邪惡三位一體帶領着世界嘅大聯盟，比以前嘅八國聯軍更盛大啊！呢個邪惡三位一體嘅千軍萬馬要傾盡全力與基督對抗。耶穌基督喺嗰時候唔再係第一次來臨嗰個軟弱喺馬槽出生嘅嬰孩，亦唔係在被釘十字架嗰個代罪受苦羔羊，乃係萬王之王口中出嚟嘅利劍，擊殺列國嘅審判者。所以地上嘅獸、假先知、敵基督同埋眾王多個國家嘅聯盟軍隊，企圖與騎白馬嘅耶穌基督爭戰。其實佢哋只係紙老虎，如雷聲大啊，雨點少啊，迅速就喺基督面前失敗。而結果就係假先知與獸都被丟在火湖中，佢嘅軍隊全軍覆沒，而軍隊嘅屍體就被天上嘅飛鳥嚟到啄食。呢個就係象徵神公義嘅審判。而承受苦難、暫時受逼迫嘅信徒將會得到伸冤，彰顯神嘅公義。騎白馬嘅基督將會完全得勝。喺2006年，我哋華人社會嘅馬年，神係藉着聖經所描述嘅馬，提醒我哋敵基督、戰爭、饑荒、通貨膨脹、瘟疫，好似懷孕嘅婦人生產一樣，蠢蠢欲動，越嚟越劇烈。我哋唔能夠依靠馬嘅力大，我哋應該放下對世界嘅依靠，單單依靠神。喺馬年，願基督徒同教會從信仰嘅角度去談馬，唔係香港跑馬地嘅賭馬，而係傳和平嘅福音，傳得勝嘅基督，領人歸主，遵行大使命。親愛嘅朋友與弟兄姊妹，我哋喺馬年思想同馬有關嘅人生智慧。我哋唔需要擔心新嘅一年係咪會遇到風險
運程，就讓老馬識途嘅耶穌帶領你，做你嘅導遊，引導你走前路。明天唔一定更好，或許有危險，有病痛，但耶穌基督必定保護我哋，帶領我哋走完人生旅程。而末世必定有爭戰嘅，無論係中東、係台灣，教會亦都可能受到打壓。某啲地方嘅基督徒、傳道人、長老、牧師可能被逮捕拉去坐監。然而，我哋仍然要效忠騎白馬嘅耶穌基督，騎着白馬跟隨基督作主精兵。最終，我哋必定與耶穌基督一同得勝。請我哋同心祈禱，感謝天父上帝你嘅應許，耶穌基督將要再來騎着白馬，與世界嘅王爭戰。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與基督一同分享勝利。喺呢個已然未然等候主再來嘅日子，願你堅固我哋，保守我哋嘅信心，不致灰心喪志，乃是靠着耶穌基督得勝。禱告奉基督名求，阿門。讓我哋用下邊呢首詩歌嚟回應牧師嘅訊息。我哋確信耶穌基督會再次嘅降臨，佢係得勝嘅君王，佢會帶領我哋一齊戰勝世上嘅不義。讓我哋唱詩歌，靠着耶穌得勝。在你愛裏，我要宣告，軟弱已得改變。在你愛裏，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愛裏，我要宣告，我不必最終打轉，是你帶領着我得勝，靠着耶穌。靠着耶穌得勝，從此生要靠着主愛去得勝，靠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不必驚怕挫敗，或者主恩更廣闊，是你帶領着我得勝。跟住係奉獻謝禱嘅時間，
奉獻係表示基督徒信靠神豐富嘅供應，亦都係將榮耀歸給神。腓立比書4章19至20節，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我哋將以一首詩歌感恩歌嚟作為我哋嘅奉獻謝禱。Amen。讓我哋一齊誦讀呢個月嘅金句兩次。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馬太福音28章19節。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馬太福音28章19節。跟住係歡迎報告嘅時間，我哋係請牧師。喺農曆新年，再次祝福大家身體健壯、靈魂興盛。呢個係嚟自約翰3書嘅祝福。佢哋好歡迎今日大家在網上崇拜。如果你係第一次參加美德教會，盼望美德教會成為你屬靈嘅家。教會喺4月5日復活節將會舉行洗禮同入會禮，有意受洗或者加入教會嘅，請同我聯絡。教會退休會喺 Memorial Day Weekend 5月22到25日各雙日嘅週末舉行，請預留日期，可以選擇參加國語或者英語聚會。另外，教會將會舉辦假期聖經學校 Vacation Bible School 7月20到24日。願意侍奉嘅弟兄姊妹請到教會網站義工登記，或者聯絡馬思琪弟兄。而學生報名呢，可以掃二維碼去登記。今日崇拜之後，我哋繼續有網上嘅主日學學習教會歷史。咁我哋繼續係沿用真理班主日學嘅 Zoom link。停車大家可以，如果當下個禮拜到教會嘅話咧，可以喺 Matilda Avenue Hamilton 街交界嘅托兒所 Little Honest Childcare 停車，咁係比較靠近教會。另外，如果大家返到教會嘅，可以索取真理報自己閱讀或者贈送俾親友。聚會預告：週4查經班嚟緊嘅禮拜，我哋照常8點鐘查考《使徒行傳》。週5祈禱會8點半網上聚會。呢個禮拜我哋特別為宣教士禱告，就係梁健文周衛常已經在台灣繼續係支援厄瓜多爾嘅網上聚會。好，今日嘅報告到此為止啦。
我哋大家同唱三一頌，將崇拜獻俾三一真神。俾我哋同心領受祝福，願天父賜福俾你，保護你；願耶穌基督使佢嘅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聖靈保惠師向你仰臉，賜你平安，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整默禱之後散會，一息間11點20分繼續網上主學。